今日靈修讀到哥林多後書10章嗰度，保羅勸勉我哋唔好因為每日有進步就自滿，就過分高估自己，就過分開心。因為我哋要知道，神要我哋做嘅不但係進步，而係效法基督。就好似羅馬書8章所講，基督係完全無罪嘅，佢係公義聖潔嘅神。我哋要效法佢嘅榜樣，以仁愛、以謙卑、以聖潔、以憐憫嚟到行我哋嘅人生路。而個標準就係完全嘅聖潔、完全嘅謙卑、完全嘅憐憫、完全嘅愛。所以我哋每一個人，就算喺呢一個靈性方面有任何進步，千祈唔好自滿自我，要繼續仰望基督，學效基督，成為完全人。奉主耶穌名祈求，阿門。